後來繼續來看台北市的各中國小營養午餐免錢的政策，就得要開始實施了。不過議員林良君是真擔心，都驚這個噴會愈來愈多。教育局長唐志明接受到議員質詢的時陣，煞表示講有甲食物銀行直接交流。結果林良君是提出着質疑，哪會甲食剩的食物提去予弱勢團體呢？台北市長周萬安講，絕對袂安尼做。對於廚餘的一些處理的話，那像我們有一些剩食哈，是不是有相關的一些弱勢單位可以來做一些交流？聽到回答，議員林良君的目睭挺大開，囡仔無食飯的營養午餐，教育局長講，考慮要予弱勢團體繼續吃。食物銀行的概念應該是指說，它原本嘛尚未被料理之前嘛，剩下的是廚餘啊，因為是。拿去給弱勢團體，拿去給食物銀行。林良君安尼問，是因為北市各中小免費營養午餐特別推出，伊建議噴的問題會愈嚴重，想要問北市營養午餐解決噴的方案，想要到協會聽甲硬氣。但是我對於這件事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震驚跟困惑。蔣萬安市府所提出的政策先射箭再畫靶，弱勢的市民不是次等公民。聽起來是一個非常不恰當的發言這些都是市民很真實反映的聲音，大家應該議員的質詢也是希望市政府能夠盡快的處理。評論周萬安的市政爭議，民進黨市長參選人沈碧容對着天，哪裡市長周萬安敢同意局長的做法？教育局會說明，不會這樣做。學生已取用或使用的廚餘，並沒有規劃並提供使用。針對處理廚餘，亦規劃於開學前辦理相關說明會。開學後將透過多元模式減少學校廚餘的產生。過一天，教育局長無出面派主筆回應，囡仔食剩的到食物銀行袂使，相關單位攏無啥啥。這些剩食到了食物銀行是壞掉的話，那我們也不能夠提供給大家吃，變成我們也是最後浪費食物的那一個單位啊。周萬安推出各中小營養午餐做政策，不過政策都還未開始，所以因為教育局長的一句話惹爭議。